目前，咱国内有超过4万只鸡卵，拢是饲一个一家一家笼仔内面。不过后边早伫咧2012年的时阵，就禁止用笼仔来饲卵鸡咯。动保团体今仔日去到素食业者遐呼吁，希望讲企业爱来开始带动畜产的养殖转型。穿鸡母衫伫咧素食店门口跳舞的时啊，台湾动物社会研究会鸡母工会希望替全台湾超过4万只关伫咧 A4 size 笼仔内底的笼仔鸡来发声，要求台湾4大连锁素食业者麦当劳、摩斯汉堡、汉堡王甲肯德基爱重视动物福利，卖阁用笼仔鸡所生的卵。全世界已经有2000多间的企业都已经采用非笼式鸡蛋了，就是希望企业可以跟上整个国际的趋势，重视人与动物健康议题。针对顶前4大业者拢有发声明回应，讲因有确实遵守台湾食品卫生法规，也确保食品有下安全标准。麦当劳是特别强调有顾虑动物福利，已经遵照农委会2021年上新修正的鸡卵友善生产系统定义甲指南，有含友善养饲的鸡笼来合作。鸡卵表示，除了企业支持，一般消费者会当对产销努力来挺友善农业。除了土地会较大，因为设备嘛会较济，包括内底我做一个环境的控制系统，控制温度，控制内底湿度，一氧化碳，互伊点仔内底伊是足快乐的。5年来有来申请迄个友善生产系统低利贷款的农户总共有36户啦，金额有5亿外安尼。经历疫情，消费者更加注重食材安全甲源头。台湾企业也小连续制定非笼仔养饲的采买政策，像国内IKEA宣布年底前全部停卖笼仔鸡所生的卵，也那Subway、家乐福、大润发等等也拢承诺会伫咧2025年全面停卖，加速友善养饲转型。记者民警夏桂林台北报道。